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帶大家睇一個位處大埔區東面，環境清幽，背山面翠，鄰近香港著名嘅佛教聖地慈山寺。呢個盤呢，我哋係獨家代理，無論投資定自住都千祈唔好錯過。單位1400尺複式設計，連600尺入契花園，花園延伸空間可做休閒草坪、綠植區或者戶外茶座，既係家庭放鬆角落，亦都能提升房產價值。咁我嚟講，你睇睇客飯廳啊，客飯廳一體化設計，動線合理性，配合落地窗，採光一流，梳化、茶几佈局靈活，適合家庭聚會、待客。客飯廳擁有20尺 X16尺實用空間，可放大型梳化同餐台。隨樓附近2部分體式冷氣機，廚房緊鄰餐台，取菜動線極短，日常用餐效率高，配有電磁爐、星盤同抽油煙機。廚房旁有間細房，可放一張單人床同埋衣櫃。左手旁預留咗插蘇，方便放入雙門雪櫃。客廁設有洗手盆、馬桶同埋企缸，更配有3上電即熱式熱水爐。再嚟睇睇2樓，設有3間客房，每間房都方正實用。第一間客房大約有110尺，實用空間，擺床、衣櫃、書台統統無難度。第二間客房大約有75尺，實用空間，裡面可以放一張雙人床、電腦台同衣櫃。客廁一樣有齊洗手盆、馬桶同企缸。單位保養企理，原裝間隔已經好用，亦可以因應需要稍作改動，發揮創意，打造理想家居。主人套房設計，空間尺度充足，能放下大床、衣櫃、梳妝台等。套房更設有獨立私人浴室，私密性更優。主人房有170尺，實用空間連通露台，明亮開闊嘅設計，俾人心情都放鬆落嚟。自然光透過落地窗灑入嚟，搭配柔和嘅燈光，營造出溫馨又不失現代感嘅氛圍，簡直係都市裡面嘅療癒小窩。近年受惠於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，未來前景亮麗。加上近慈山寺等文化地標，令該區兼具居住價值同人民氣息。無論係首次置業、換樓、改善生活，抑或長線收租投資，都極具吸引力。此單位乃市場上不可多得嘅優質盤源，專為追求極致生活品質嘅你而設，誠邀你預約親臨考察，親身感受呢座理想大宅嘅獨特魅力。歡迎預約鑑賞。